几年前，各企业团体拢发起爱心捐赠，希望让大家好过年。不过过年后，一些弱势家庭也是要面对生活等经济压力。市议员郑志杰联合副社盛顺堂、台南金好雅会、台南詹顺良基友会等单位爱心，准备白米、豆油、沙拉油等上届实用的物资，来帮助东区第1、2块低收入户等上迫切需要家庭长命温馨。把这很有限的物资，但是我们把它发挥的很落实，就是我们来跟这个区公所这边来做联系，就是针对于第1、第2款低收入户的这个市民朋友来做发送。那其实在这几天的把这个区公所呢，把这个讯息发布出去之后呢，真的民众呢都陆续的来到直捷的服务处来领取这个金湖研会所赞助的这个民生物资。准备那么多的物资，其实给我们的一些弱势户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温暖。那这一次的一个捐赠弱势户，第1款、第2款总共有169户，也感谢我们直捷议员的这样子的一个号召。郑志杰服务处为了体贴所受助对象，特别延长领取的时间到2月11号，也希望持续结合更较侪优质爱心来减轻弱势家庭负担。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